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主过我坐了第一个主日，耶稣伫世间过我有40日，互伊的门徒甲学生看去。40日了后，伊有升天，到50日圣神降临。今日咱嘛用欢喜的心来学了耶稣基督过我，咱先来吟圣诗103首，恁拢免惊。恁拢免惊，欢喜唱歌，基督过我哈利路亚。恁拢免惊，欢喜唱歌，基督过我哈利路亚。恁拢免惊，恁拢免惊，欢喜唱歌，基督过我哈利路亚。今免惊，欢喜唱歌，基督过我哈利路亚。咱即摆分做3部分，好无？遮一部分，我甲遮一部分，遮一部分，请听我的指示吼。我若比即边就是恁唱。咱一唱一用，一客一分一唱一用吼，一客一用安尼方式，安尼就是做伙来吼，啥意思吼？好，咱对圣乐队开始哦吼，来，唱歌，基督过我哈利路亚，欢喜唱歌，基督过我哈利路亚，来，恁拢免惊，基督过我哈利路亚，恁拢免惊，欢喜唱歌，基督过我哈利路亚，来，恁拢免惊。来，基督过我哈利路亚，恁拢免惊。基督过我哈利路亚，恁忙拢免惊，爱大声唱，对不对？好，咱搁做伙来2摆哦，来，恁拢免惊。欢喜唱歌，基督过我哈利路亚，恁拢免惊。欢喜唱歌，基督过我哈利路亚。106首，我实在免歌伤悲。实在免歌伤悲，通欢喜，通欢喜，因为我主对是过去，通欢喜，通欢喜，伊打过我以后无
我心亲心拢无要义，袂紧着跳学落饮食，通欢喜，通欢喜，我当免惊魔鬼故所，真快乐，真快乐，因为救主拄我罪恶，真快乐，真快乐，讲了叫真跟地天国，好我免受魔鬼苦毒，自罪中报应万事好，真快乐，真快乐，那救主出梦落去，真欢喜，真欢喜，愿福学成保佑道理，真欢喜，真欢喜，天地观拢总可以，主就祝福这份上天，愿日子来亲像安尼，真欢喜，真欢喜，打着感情搁活道理，心可以，心可以，我可救主永远无死，心可以，心可以，阮求相信赞我看伊，好使天白对主无离，死后就天点主身边，仍可以，仍可以。你拄仔有唱着啥？真欢喜，对吧？真快乐，通欢喜，真快乐。还佫有信可以，还佫有啥？哦，应可以。咱佫来唱第一站吼，第一站佫来一摆来。我若实在免搁相比，通欢喜，通欢喜，因为我自对是过去，通欢喜，通欢喜，但那个我以后无事，我心亲心拢无要义。袂禁着跳学落饮食，通欢喜，通欢喜。愿主搁我，互咱得到欢喜的心灵。今日咱有缘用咱的心灵甲诚实来到主的殿宇来敬拜主，咱同心陪伴咱的心。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予阮，伊伫十字架顶对死过活，流出伊的宝血来洁净阮。伊伫最后的晚餐有设立圣餐，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这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行安尼事，就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主是阮亲信，因为伊有对死过活，阮欢喜，阮的心灵欢喜着跳。今日是主的生日，阮有缘来到主的殿宇来朝见主的面，求上帝帮助阮，互阮决意服侍对主无离，互阮来跟对主。愿主你嘛踮伫阮的心灵，你会叫我赏赐圣神互阮，常常甲阮同在，嘛甲阮的教会同在，甲阮的正向姊妹同在。愿献上阮的祈祷，陪伴阮的心，开始今仔日的礼拜，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
各位兄弟，咱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将行动的电话关机，安静心来敬拜上帝。来因回情诗、正诗405首，祝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耶和华我的快乐啊，我听你。耶和华是我的山岩，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上帝，我的石盘。我要倚靠你，你是我的盾牌，是救我的角，是我的关台。我要求救应该懊恼的耶和华，我就得到救，脱离我的对敌。三界内因圣诗131首，人若拄着忧闷伤悲，请起立以专首。
咱来游玩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领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告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角来交托启示文第6篇，诗篇第16篇。现着我来启，请兄姐来引。启示文第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做声去对别个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限制。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撒伫阴间。这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甲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你是阮生命的主，阁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的大牧者。当阮陷落伫罪中，无法度靠家己得救的时，感谢主，你如差派圣囝主耶稣，成做阮的救主。伫困难也是不安的时阵，上帝你也是阮坚固的避难所。你阁赏赐阮有永远活的愿望，伫天顶光明的国度有美好的产业甲福气。阮感谢俄罗你，主啊，你是阮的大牧者，求你每一天引带赏赐阮能力，互每一个人会当成做你合用的器具，伫逐所在用圣神所互阮的恩赐来造就人、利益人。伫阮所徛在的土地，拢用上一个心志，同心做伙，为着所信的基督福音拍拼，来荣光上帝。感谢上帝的保守甲带领。伫顶礼拜过活节的主日，阮去甲社区的人分享主的受死、顶十字架，赢过死亡的权势，过活上天的福音。以前，阮是唱诗歌分才能，也感觉小可单曲。现主时，阮靠着主所赐的勇气甲智慧，四个人一组去甲人分享福音的真理。感谢主带领阮进入你荣耀的作为内面，是甲主同做工，也同受世间人的付出。但是我嘛享受到努力做工来传达上帝的疼甲恩典的迄种的喜乐。我可享受
阮能力的基督，阮事事就会得成。阮渐渐也得到传讲福音的秘诀。阮遮个过去骹骨酸软、手垂落无力的人，信心也得到坚强。透过一摆搁一摆的操练，求主互笃行教会成做分享上帝的听，甲传福音的教会。伫现今的时代，阮遭有着外在世界的战争、经济的波动、气候变迁等等的大震动，甲阮家己内在精神方面的压力、财务的操虑、健康的烦恼、人际关系顶面被拒绝，还是受批评等等的不安。但是阮要感谢主，因为阮有得到迄个未受摇动的国度，就是伫天里永远的国度。因为上帝你已经救阮脱离黑暗的权势，搬徙阮众人入得圣囝听的国度。伫遐，阮蒙恩得到救赎，罪过得到赦免，享受上主你永无改变的主爱，甲伫圣神内面的安息。主啊，阮也为着世界和平来祈祷，阮仰望上主会伫列国当中实行审判，伫万民的当中排解纷争。上主你是疼叹的上帝，和平的领军。求主停止战争怨恨，用疼来充满阮的心灵，阻挡人类武万的罪行，享受世间的和平。毋望伫迄日，世上每一个人拢因为基督的恩典甲疼叹，大家会当组织合一，伫基督的内面结连成做一体。耶和华阮的快乐人，阮听你，你是阮的救主。石盘甲盾牌，也是救阮的角，是阮的关台。伫阮的生活当中，我们用祈祷、唱诗歌、安静默想，也是读圣经，来感受你的同在。也伫人生一关搁一关的试炼当中，坚固阮的心，见证主的陪伴甲带领，帮助阮回应你的呼召，善用温素来造就人。操练阮诚做分享上帝的听的门徒，也愿你的和平临到世上每一个国家甲土地。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求，阿免。下面献诗，先歌对所要献的诗歌是《伊来唱仁爱》。爱
主的一生展现伊的仁爱、信心、愿望甲和平。现在由咱来演算伊的精神，见证伊的名。即条咱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现代台语译本第199页，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上迄日，门徒中有2个人要去一个庄头，叫做以马五斯。这个所在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因伫路中互相在谈论所发生拢总的代志。因谈论来谈论去的时，耶稣亲身行我来，甲因做阵行。因看到毋久未认得，耶稣问因：恁哪行哪在议论的是甚物代志？因就停落来，满面忧愁。其中有一个人叫路巴，应伊讲：即几日伫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代志，对外地来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是安怎加达你一个毋知？耶稣问因甚物代志？因甲伊讲：那撒着人耶稣的代志。伊是先知，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无论讲话也是做代志，拢真有权能。阮的祭司长甲领袖，甲伊送去，互人判死刑，定12架。伊就是阮所在期待，要来拯救以色列迄位。毋若安尼，即个代志发生到今仔日已经第3日啦。搁阮中间有几若个妇人人，互阮真着惊。因天曝光就到梦里，毋过找无耶稣的遗体。因转来报告讲，有看到天使出现，甲因讲伊搁活啦。阮中间嘛有几若个人去梦里，看到的代志，逐项甲妇人人所讲的拢相款。因嘛无看到耶稣。第25节，耶稣就对因讲：哎呀，恁哪会遮尔戆，心哪遮尔钝，未相信先知所讲一切的话。基督敢毋是应该着受遮的苦难，才来入伊的荣光？耶稣就对摩西甲众先知起，甲因解说圣经当中所有关系伊本身的记载。因得要到所要去迄个庄头，耶稣若亲像要继续行，不过因2个强甲伊留讲：日头已经落山，天暗啦，请甲阮住。耶稣就入去甲因住。耶稣甲因坐倒的时，摕饼感谢，然后擘开，分互因。因的目睭开，认着伊。伊忽然对因的面前消失，因就互相讲，伊伫路中甲咱讲话，甲咱说明圣经的事，咱的心减无亲像火在倒。因随时出发，倒转去耶路撒冷，看到迄在伊的使徒甲其他的人聚集伫遐，咧讲，主真正搁活啦！伊已经有出现，互西门看。迄2个人就将伫路中所发生的代志，甲耶稣在擘饼的时，因才认着伊会经过，拢甲伊讲。今仔日陈牧师要甲咱正道的信息是主的陪伴。咱顶主日咱有伫咱的社区做伙来分享耶稣基督搁活的好消息。咱有透过扭蛋，我想足侪卖场、卖场，也是囡仔爱去的所在，拢有一个扭蛋。细汉我嘛有咧算即个扭蛋，60箍，但是内面啥物物件毋知影，有可能是比10箍搁较有价值的物件，有可能只有一粒糖仔，
等等，若是咱用三项的物件，透过咱教会的同工来巧施，这三项牛蛋，你阁会记有啥物三项礼物无？有人阁会记的吼，有一种就是讲迄个果子啊吼，迄个果子坚果代表一个果子新的生命内面也有即个葡萄汁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咱甲兄弟姊妹相甲分享过去咱传统是用红卵代表一个新的生命，总是即个红卵对青要甲伊煮甲熟，咱有即个破损率，你敢知影即个破损的比率有偌悬？你知影无？过去咧煮红卵拢一定有加热伊的热度无够平衡，无够平均，有的所在受热比较快，受热较紧；有的所在卵可能受热比较慢，所以无法度300粒，当300粒做伙熟，爱经有一两粒藏伫中间的无煮熟，也是煮伤熟撇开，咱的破损率大约有1成。就是咱煮300粒，才该有30粒是无法度摕出去甲大家分享的，这叫做咱着爱家留啦，咱家己用，所以300粒大概有1成30粒，所以咱今年用另外无相款的方式，我们不用去承担那个蛋的煮熟率、破损率以及人家拿到人摕到到底这个有熟啊无熟，因为咱无拍开咱无法度拍开一个检查。上帝帮助咱时代咧进步，人的想法观念嘛对着时代咧转变。咱透过顶礼拜兄弟姊妹伫社区、伫公园伫便利商店的头前，就是咱教会即颗粒来甲因做伙相甲来分享。耶稣基督有叫我真难以相信。我相信真简单，因为我信主。这问主日学生，主日学生讲：你有相信基督耶稣有叫我无？大部分的主日学的学生一定会讲：我相信，因为圣经安尼写。但是对着年龄哪大，你问青少年、青年，因就会想因会讲：哇，死人个我真难想象。要相信嘛，爱有一点的证据。也是讲有一点的事实，会当接受青年的答案，但是咱爱互伊一个想法，会当鼓励青少年讲，你会当伫你的生活中间去经历耶稣，一定你一定会甲各位耶稣相拄着。有阿门无？阿门，感谢主，安尼代表你有亲信，拄回正咱的吟诗，迄就是一种的亲信。咱拢毋免阁惊，因为主耶稣叫我，咱着欢喜，心着跳，咱着欢喜，真欢喜，真快乐。伫咱人生的旅途，你敢有亲像即两个学生，即两个门徒，因离开受难的城市耶路撒冷，要行到大约离耶路撒冷11公里的以马忤斯，有的圣经就直接翻做以马忤。因为迄个斯是 S 所以4个字较歹记，就来翻做3个以马忤咱家翻做以马忤斯。所以伫咱的人生旅途中间，咱是毋有安尼即种的时刻，就是讲你明明真认真、真努力，但是心头真忧愁、烦恼、打掉的，无法度得到透放，无法度得到自由。因为即个忧愁的捆绑真大，甲咱束缚掉的。今日检察官讲，即两个门徒行伫路年的时阵，耶稣来劝我因。耶稣停落来，耶稣问因：恁咧讨论什么代志？看到因满面忧愁。华语圣经讲面带愁容。台语圣经讲满面忧愁，忧愁有时咱看会出来，有时咱看袂出来。有的人你明明读圣经，但是拢袂去感受到上帝真正的同在。因为我有时唱诗歌，
会唱着讲，这其实是主耶稣咧甲咱讲话咧，上帝咧甲咱讲话。哦，我不知明天将如何，哦，我不知明天将怎么样。这条诗歌伫基督世主内面有，但是相信主将关明日。我亲在主将关明日，主将关明日，主嘛将关在这里若是的名叫做明人的人，你有听到你的名？主将关明人。我最近咧听到，即敢若有咱教会遐册名，主将关明人，哦，明日。那现在这歌的歌词内面，你听到你家己的名，愿上帝想帮助咱，互咱的生命内面有一条属于你真爱吟的诗歌，圣诗也好，诗歌也好，毋是要为着个人要比办个别礼拜的诗歌。但是你有足侪首，个人爱吟就会当拣一首，这两首伫个别礼拜的时阵，兄弟姊妹来甲你欢送进入天国。愿上帝想帮助咱青少年的辅导们讲，为什么耶稣叫我？你有真侪疑问，疑问是人拢一定会有，包括这两个学生，伊嘛有侪的疑问，甚至因的疑问无法度解答的是。因离开迄个伤心的城市耶路撒冷。虽然想看觅伫咱明明读圣经，但是你无感受上帝真正的同在。有时主互咱有安尼的时刻，互你伫旷野的中间来思考、来审思、来审查。所以中古世纪真侪的修士，伊嘛是用啥物种方式？来去体验到主的同在，因到伫旷野，叫做旷野修士，旷野的修士。特别伫中东遐个所在，伫埃及的北边有真侪伫那些沙漠的边界，食物真少，水也真少，因伫遐用因的身躯的操练，亲像耶稣伫旷野40日来体验上帝。这两个门徒因要到一个庄头，叫做以马忤斯。这大约有11公里，11公里。这两个门徒无亲像伫坟墓内面的人，去看到耶稣空的坟墓遐的人欢喜，因是垂头丧气，面忧愁。但是耶稣却互因真温暖、真温柔，佮鼓励因的心会陪伴因行这11公里。可能是行几公里啦，因为耶稣可能无行到迄个目的地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其实主耶稣是不时不断伫咱的身躯边陪伴咱。甚至这两个人咧讲论的时阵，因心安那，因听到遐个富人人去看到耶稣空的坟墓的人，因心安那真惊吓。伊讲哇，为什么死人一个我，耶稣基督叫我？因就是互相咧谈论这个事，耶稣伊迄个因到底是咧讲什么种的代志？所以因真着惊，但是耶稣到尾甲因讲，恁哪会遮尔愚妄，心遮尔钝？华语圣经是甲因讲愚昧的人愚蠢的人，这个心钝的人，为什么你们的心灵没有开？那这华语圣经甲因讲无知的人是无一定是指这两个人，嘛是有可能是这两个学生嘛是无知的人。讲无知的人恁的信心伤钝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但是台语的圣经讲，哎呀，恁哪会遮尔戆，心哪会遮尔钝？耶稣可能嘛做无来讲我伫恁的出现伫恁的目睭前，恁嘛阁还袂认出，我就是恁的老师、恁的先生、恁的律比。所以有时咱的心咱的目睭那亲像迄种大条的，看袂清楚目的地，还是看袂清楚目标，还是看袂清楚到底这个人是什么人。咱到某一个年会，我知影足侪长辈拢去开白内障，
虽然我还未到迄个年龄，但是我会当想象讲，这目睭迄种大条的，敢是迄种感觉？敢是迄种的感觉？目睭大条，看袂清，看袂明，是毋是安尼？然后爱去做手术，即马即个手术真简单，听讲几分钟啊，几十分钟啊，就结束啊，而且无啥物种的风险，即个风险是非常非常的低。对着医术医学的科技的进步，即种到一个年龄的阶段，真侪人就爱去做即种的手术。有一日我嘛会等着，因为我所经历的教会，拢有人去开白内障。对咱这对咱来讲，可能是人生某一个阶段的事，你爱进入。咱看到今日即两个学生，因伫忧伤的中间，耶稣出现，因看袂清，因无法度分辨。但是咱会当看到讲，耶稣主动找因啊。所以伫忧伤的中间，有可能耶稣嘛会主动伫咱的四周围，互咱所拄着一切代志来替咱说明，来替咱来解说，也是讲这咱所拄着忧愁苦难是啥物？当耶稣奉了受审判定死，这个事，因就是因咧讨论阮所拄着这个事，互阮感觉真着惊，真失望。迄个个我是着惊，但是因对失望对坚决对耶稣的望迄种的放弃，所以因离开是安那放弃。可能因感觉讲军队耶稣毋知是对还是毋对，所以因以为的迄个耶稣是弥赛亚，却互钉死伫十字架。这是一种真大的侮辱见识的事。那亲像咱的老师迄种刑罚，佮迄种侮辱，你的心会感觉真艰苦忧愁。是即两个学生就是安尼，即两个学生以为要救赎以色列甲犹太百姓的耶稣，伊最后的实现伫死伫十字架顶。但是因心嘛真挣扎，就是遐个妇女咧突然讲耶稣已经过活。即两个学生信甲谣言的中间，因要落去以马忤斯，所以因谈论这个事，看到讲迄个离弃、迄个放弃、迄个失望，所以耶稣看到艰险的时，路加写讲因面带忧愁，因的面真忧愁。但是耶稣出现的时，因却嘛无真一个就认出伊是耶稣。所以有一个真感动人的画面，就是耶稣已经亲自来到因的身边啊！真感动人的对话，耶稣无一开始就骂因，当然后壁迄句话，迄两句可能有小可咧甲伊讲恁实在吼，迄种耶稣嘛是讲恁实在足钝的啦，但是迄嘛无一定是责备。但是耶稣并无一开始就甲因责备，恁是安怎要离开耶路撒冷？毋是爱伫耶路撒冷听候圣神的降临吗？是安怎恁即两个学生较要离开我，较要离开迄个受难的地，耶稣无责备因。但是有一个真感动人的一个动作，一个举动主耶稣并无看中咱的软弱，伊嘛无看到即两个学生的软弱。想看觅有当时指责甲责备，伫咱的侍奉的顶面，有时检查会发生。有当时这指责甲责备比这代志搁较严重。当这代志是无遐尼严重，但是呢，因为咱的嘴讲出来，感觉讲足严重的，其实代志可能无遐尼严重。因为耶稣并无看重即两个学生的软弱，嘛无看重咱的软弱。耶稣嘛伫咱生活的步调内面对咱来行。搁我耶稣无一开始就伫个云顶面，因是到要上天的时阵，耶稣学生看到耶稣慢慢上天，伊是降低家己，正做即段旅程的陪伴。耶稣问因讲：恁咧谈论什么代志？
就停落来。耶稣对因讲：吼，恁咧谈论啥物啥物事？有一个叫做格留巴的人讲，即几日伫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代志，对外地来到耶路撒冷，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敢若你毋知影，所有的人拢知影，敢若你毋知。伊当格留巴当作耶稣是一个来耶路撒冷大，竟然毋知影即个消息的人。这格留巴甲约翰福音的格罗巴，因真共，所以有圣经学家讲，可能是共一个人。即个格罗巴，伊的某叫做玛利亚，有对甲耶稣顶十字架的边啊。伫约翰福音19章25节，人讲这是可能是共一个人。你伫耶路撒冷做人客，伫遐住一暝，你竟然毋知影几工伫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代志。当然耶稣讲，主角就是我，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感觉生活乱糟糟，甚至想讲远离教会，远走教会，远离这个使用的时阵，请咱会记得，耶稣毋是徛伫个重点在等你变好，是即个时刻，有可能就踮伫你的身边，听你满面满心的忧愁，迄种的烦恼，有时主亲自来到咱的身边，甲咱做伙行。目的就是要挽回咱，转来到伫教会。亲像即两个学生，因最后安那牺牲，转去耶路撒冷，甲耶稣的门徒伫遐分享，因看到国外的耶稣。这格留巴有可能是12个学生以外，就是讲，如果若以耶稣做中心，12个学生是伊的核心同工，是伊的就是中心点以外，这12个，甲耶稣做伙行传福音，做伙食，做伙大，这12个，这12个以外，人讲同心圆一个圆心外面，格留巴有可能是12个学生以外遮的。可能有当时对耶稣，有当时去工作，有当时听到耶稣讲道理等等，所以伊有留了名。这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叫做格留巴，格留巴，有写着名，表示讲，路加写福音书的作者一定有亲自访问到这个人，也是伊的事实根据非常的清楚，因为知影人名。你会阁会记得迄个摕着5个饼2尾鱼的耶稣学生是倒一个？3个字，来圣经猜谜。拿但业吗？有一个银行叫做食物银行，叫做安德烈食物银行，答案就是安德烈。所以约翰就记得安德烈去拄着一个囡仔，伊手头有5个饼2尾鱼。所以有时当圣经亲自将名甲伊写落，这事实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耶稣甲咱三同行，要互咱搁转来到伫即个耶路撒冷，即个教会的中间。第二伫陪伴的中间，主有开启咱的心的盲目。有当时咱的心是互物件砍掉的，但是耶稣用伊的话语来透开，对真理来互即两位门徒因来了解。所以耶稣问讲：恁是咧谈论什么种的代志？其实耶稣拢知，但是伊互时间听即两个门徒倾心吐意，互因讲因心内的话，有即个空间。耶稣无先讲话，是先听因讲话。陪伴的内面有真重要，就是咱爱听即个陪伴的人，伊有啥物种的心事，伊有啥物忧愁的事、烦恼的事。咱毋通一开始就讲你就是安怎信心无靠，你就是安怎。耶稣嘛无一开始讲，恁两个信心才软弱嘛无。耶稣先听因讲，所以咱有时咱爱有听人讲话的迄个空间，迄个弹性的空间。所以主要所在，所以耶稣才对摩西甲众先知讲起，对
圣经指着家己的话，甲因解说吼，甲因解说，互因明白。阮道为虾米会忧愁烦恼？因为因只有看到啥物货因只有看到受害主耶稣，因无去看到迄个得荣耀的基督，是毋是？因去看到我耶稣惨死伫十字架顶，受逼迫、受枪插，罗马兵丁佮甲伊的外袍、甲伊的紫色的外袍，甲伊念口，看上要分着倒一块较好的布，所以陪伴。陪伴有时毋是敢若感情的安慰，佮爱真体贴因内心。所以耶稣用真理来引带因的眼光，互因明白一切的苦难甲十字架，拢是上帝救赎的计划，拢是上帝其中的一个计划。有时咱伫困境中间讲主啊，你显明你的心者，但是上帝有当时透过伊的话语。伫咱看袂到前头前路的方向的时，咱倒来到圣经的内面。当然毋是讲你记到了后，圣经甲伊显开，你看到倒一句话，就是上帝要甲你启示的。千万毋通安尼做。有时咱看袂到头前的路的时阵，咱爱相信主伫咱的身躯边，主会了解咱的心，互咱的心会当去翻转，会当去转换。去转变，这是一个真平凡的一顿，因为日头已经落山吼，天暗，这两位文道就讲，请来教阮大，所以耶稣进一步的陪伴就是安入去，要甲因做伙大，准备要做伙大。咱若入去饭店，就可能第一件的代志就是先倒去门床。有人先看先转电视休困一下，所以你去住饭店，第一件代志就是讲先休困一下。有人先洗影，有的人餐厅里底要去食饭。所以当耶稣甲因坐倒的时，耶稣摕饼感谢掰开，然后摕互因。这个时阵伊目睭金啊，这毋是耶稣活的时，甲阮做伙。咧食饭的时的一个动作，这是日常的一顿。因忽然间目睭天开亲像耶稣拍开因灵性的目睭，因灵性的目睭。当你愿意邀请主甲你同在，主拍开因心中的这个盲目，互因体会到讲，耶稣的恩典。耶稣恩典是甚物？就是伊服侍的精神、侍奉甲批命的记号，摕饼祝谢，然后掰开，然后分互门徒。阮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日常平凡去拄着耶稣，邀请耶稣来甲阮做，来甲你做伙大。知影耶稣伫你生命中间掌管。开你心内心的盲目，但是看到陪伴会当带出着火热的新行动甲见证。这两位因原本是要落去以马忤斯，后来因颠倒头转去耶路撒冷，对要去以马忤斯，佮到伫因出发的所在耶路撒冷，所以陪伴互因得到开展。佮有行动，所以真正陪伴会互人快乐。如果咱有当时陪伴咱的兄弟姊妹，若互伊伤多指示佮教导，颠倒互因原本是头咧咧，结果到尾怎拍落，怎用白，是毋是？咱有当时毋通将咱即个想法，怎去甲伊佮加伫伊的心上，安尼就是互伊佮。重担搁较重，当然伊先了解伊的重担，互伊重担得到脱离，先听伊的心内的忧愁烦恼，咱才搁用鼓励话、安慰的话、帮赞的话来拉他一把，拉他一把。那亲像咱想讲咱要离开教会，要离开信仰，但是主干咱挽回转来，
即两个信徒，即两个门徒原本因为惊吓、失志、沮丧，要逃出耶路撒冷，但是拄着主了后，因即时起身，连夜赶回去迄个充满危险，嘛是使命的所在耶路撒冷。愿主是阮帮助咱，因两个对闪避逃避，到愿意承担。因当下甲11个使徒分享，主果然，主有过我。兄弟姊妹，路加福音记载即段的经节，我想嘛是写互历代感觉真野心、真野咱的基督徒，互咱来得到勉励，来得到看见耶稣主啊！耶稣听咱的吐气，听咱的心声，透过圣经对咱讲话，伫变化的生活中间来咱显现。主的陪伴，毋是要互咱永远住伫迄个咱就住伫迄个 greenhouse 迄个温室就好，是要互咱有火热的心。所以即两个门徒讲，伊甲咱讲话是咱的心，毋是犹原抑阁火热吗？愿主开咱的目睭，互咱的人生每一段的路径会当认出，自头到尾拢无离开咱的主耶稣。2011年日本发生即个有史以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上大的自然灾害，目前还佫有几千人因是烈日失踪的名单，因找无身尸，找无尸体。咱在迄年，咱对新闻看到即个 tsunami 即个海啸，因为地动所引起即个海高流台语叫做海去高潮流，或者海高流海啸tsunami。东北教区日本东北教区因的救灾支援中心就叫做以马忤斯迄个 S 他们就没有翻译出来EMA。因工作有一个装置叫做 slow work， 慢慢做工，免急，免急。迄北度是伫中心有兄弟画图，我甲伊翕相落来。右下角迄张图是教会外口，有咧招募一寡的人，所以来自日本真侪青年志工，也是中年志工参与伫嘛有救灾。即个救灾咱总会嘛有发起，我参加2014年的第三梯次。伊要互志工无完全的经验，就是陪伴受灾的人。因为这要复原，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嘛毋是1年2年的代志，是爱有一段时间，有可能3年5年，有的人可能一世人伊行袂出来，但是有可能咱3年的陪伴，互伊本地行袂出来，但是伊10年行出来是5年伊行出来，是你陪伴伊1年，伊有心爱有感受，原来主透过这个志工，甲因做伙，耶稣基督会听进入因的内心，所以 slow walk 慢慢做，慢慢做。要做啥？去帮这做事的人除草，因为因这家家户户，因这是伫海边的所在，家家户户拢有亲人失踪，有可能是家后翁婿，有可能是囝儿，有可能是啥物。这都毋是咱要去了解，咱只有陪伴。今日的工作去铲扫草，咱就是扫草；修行，咱就替因修行。去帮因工作、修行、陪伴因，互因感觉讲有一个快乐，我要重新复原。迄块土地有1、2年拢无工作，因为安那所有物件拢难做伙，爱个土壤爱个重新抬过去，陪因工作。陪伴受灾户工作、除草、修行、分享。透早拢骑脚踏车，无人骑奥多摆，嘛无人坐公车，因为迄个所在真偏僻，拢爱骑脚踏车，骑要差不多10点钟，
到迄个所在。啊，这骑脚车毋是拢平，也有起起落落，因为迄要过迄个铁轨路，着爱爬行，吼，啊，着爱搁落行，啊，搁爱骑一段时间。中昼顿，搁爱家己去便利商店先准备，今日中昼要食饭圆，着爱先去买饭圆。后要食啥，着爱先去准备，因为遐无时间嘛，无所在，互你去叫便当，通通买啊，吼，啊，咱着陪因，爱着分享。有当时因种金瓜种，因着讲啊，等下留来，我煮互恁食，吼，迄个左下角迄张着是受灾户啊，迄个一个姊妹，伊讲啊，我煮金瓜请你，吼，啊，有收成迄个葱仔。然后去烧草，啊，迄下暝的中心就是安那，就一个工寮，内底拢放啥？荷叶，放猪头，放鉛笔啊，放叉刀吼，镰刀，啊，放手套，放荷叶，啊，阮一去着换装备，啊，着分配。哦，今仔恁三个去迄号，伊今仔三个着去迄号，啊，去迄号，安尼去甲因斗相共，甚至有当时去甲因拍招呼。哦，一寡简单的日语，哦，甲因做伙。你看，即种角度来看，这来自日本各地志工，有的是无信主的，哦，当然有的是基督徒，不过真少数，因为日本无到1%的基督徒。陪伴因，遮个青年，因就感受讲，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来的青年，哦，遮认真，战力这么强。因为我知影咱教会嘛有青年，咱有去参加。啊，你着熟悉，甲你年岁相款，或者日本的青年。啊，阮这是较老的啦，所以我拢拄袂着，我拢拄着遐少年的，吼，都是妹妹还是弟弟，吼，没有什么话好谈的啦，吼，啊，所以就是安尼吼，经过几六工吼，所以想看觅啊，有一位牧师伊讲，当咧救灾的时，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别，其实当地一开始嘛无真信任因。但是慢慢啊，牧师甲因在地的人，啊，遮百姓啊，相通沟通了后，因才知影讲啊，因是为着因的希望，为着遮灾民的希望来到即个所在，所以鼓励着因有一个希望去面对厝也无去，啊，产地爱重新恢复，帮助因。所以陪伴会带来安慰，带来扶持，带来鼓励。愿主时常伫咱的身边来陪伴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阮伫你的面前，阮同心祈祷，因为你有陪伴即两个门徒，计刘巴甲另外一个门徒，你互因的心对回心丧志，到伫心情火热。互因对相比倒来，到重新当去承担，甲11个门徒三角做伙来见证耶稣基督过活。愿主你施恩，嘛互阮真做主过活的见证人。顶主你主过活的日，愿已经有到伫阮所在的社区来分享，嘛阮持续即份火热的心。期待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因回应的诗，圣诗128首，主耶稣，我的主，请起立吟全首。主耶稣，我的主，你有对世过我当作我的主，万人着。
永是头帮咱自由我命的主，伊地好调咱甲伊永远大基督我命的主。请坐，请罗伊执事、俺执事来书献。伫即个金句甲报告的提醒，咱先来看咱顶周的即个国乐节的活动的时间的影片吼。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你讲阮有分做10组吼我再次，4个人一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
这是到肖妈妈的家哈，咱乐林的姊妹，这是玉秀这个博正为移到。宝贵是救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不改变，你的爱不改好，咱来背金句吼。就背第三遍，咱来我读一句，读一遍，咱煞只读两遍。本首金句，因就互相讲，伊伫路中甲咱讲话，甲咱说明圣经的时，咱的心减无亲像火在倒。路加福音24章32节，因就互相讲。伊伫路中甲咱讲话，甲咱说明圣经的时，咱的心也无亲像火在倒。路加福音24章32节，伊就互相讲，伊伫路中甲咱讲话，甲咱说明圣经的时，咱的心也无亲像火在倒。路加福音24章32节。本组的自汇表以及礼拜的事项表，请咱兄弟家己来注意吼。第四面本会的消息，第一，礼拜了后有爱餐，感谢慈惠技术的准备，邀请林内小组甲公益小组饭后的休息，愿主来祝福因。第二点，本周日中昼12点半伫遮经正吼，伫3楼的会议室，来召开4月份的中执会。就报第三点，本周拜三的祈祷会是为着恁内小组甲公益小组来带导，欢迎参加。第四点，4月21甲24日拜一甲拜四，总会要召开第71届的通常的议会，本会陈牧师前往出席。林关牧师嘛有担任开会礼拜的设计甲音乐的服侍，愿主帮助因。第六点吼，总务部报告，本会地下室已经完成这个冷气的循环电风的换新。若是兄弟要来摕这旧的电信风转去吼，会用甲行政干事来讲。到4月底要淘汰掉吼。第七点，全教会的读经计划，即礼拜进度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以及诗篇第113篇到118篇。关怀协会消息，咱来看第三点，4月28开始吼，下晡1点半，拜二吼，下晡1点半到2点半，伫1楼的副堂。由林关牧师要来指导月课吼，总共上课5摆吼，希望来将这个多元的艺术的形式来透过唱歌、拍乐器，互这个乐龄的生命会当有活力。活动是免费的，对象是55岁以上。对音乐有兴趣的兄弟，也是咱的朋友吼，会当邀请来因来到教会参加。罗伊技术来报名。第四点，5月30日拜六上午9点，伫1楼的副堂协会有举办这个土耳其马赛克的台灯制作吼，材料费是500块，欢迎兴趣的兄弟罗伊技术指示来报名。到4月30日截止。
下面咱要来举行4月份的寿星庆生，名单请咱家己来看吼。教会有赠送落水溪米1份，祝福这4月份的寿星生日快乐。主报第5页，团契甲小组的消息。第一，主日学伫今仔日11点半，伫4楼的副堂有举办病虫害防治的专讲，欢迎兄弟有兴趣的来参加。4月19日上午11点，伫4楼副堂有举行亲子悄悄乐的课程，李关牧师来指导，有午餐，欢迎咱的爸母甲小朋友来参加。第二，青少年团契今主日伫11点20分，伫5楼的副堂有聚会，主题是诗歌练唱，为着5月初3青年主日献诗来准备，欢迎客友踊跃参加。第3点，双年团契本来定伫这礼拜3要去东宫教会举办灵修会，取消吼。第4点甲第7点，这咱兄弟家己来看。第8点，献歌队4月19拜日下晡2点，伫武丰教会要举办合唱的演习会。咱欢迎咱教会献歌队也是有兴趣的兄弟来报名。詹日顺立婚姊妹报名到今仔日截止第2点，5月初3主日，武丰教会献歌队要来甲咱教会来参加主日礼拜献诗，以及甲献歌队有交流的服侍主报的第6页，遗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第2点，咱继续为着身体欠安、病痛的兄弟来代祷拄仔咱嘛有看到即个玉秀姐博正兄咱为着博正兄伊的骹的行动，即马较无方便，为着伊的复原来祈祷。下面教界的消息，咱家己来看。主报的第8页、第9页第9页才有今仔日献歌队所献的诗，伊来唱恁爱介绍奉献报告伫第10页甲11页，若是有错误的，请林主组长老来反映。好，下面咱来介绍新朋友庆生甲代祷，请陈牧师。一位洪雅慧姊妹伫咱中间，有伫的无？请起立，我们拍拍甲你欢迎。张雅慧，张雅慧姊妹好，欢迎，咱乐林教室的学员，欢迎。慧雅，我歹势，张慧雅姊妹。眼睛有时候也会被挡到，看不大清楚。好，咱4月份寿星的姊妹请咱起立，咱的同工会送你一份生日的贺礼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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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咱同心来祈祷，咱嘛为4月份的寿星来为因祝福，甲祈祷，同心来祈祷。听他主，感谢你，阮真欢喜来到教会，透过祈祷、学乐、赞美，透过圣经的话语，透过主你的道、真理的解说，互阮的心灵来得到讨吧。虽望有人，阮的兄弟、阮的姊妹是又伤又愁，伫生活中间拄着侪恶担当的事，但是主你的话有讲过，
阮将阮的重担来交互你，阮就会得到更较轻，阮的身躯会得较轻省，行会更较远。有时阮背重担行真远的路，煞袂记得主伫阮的身躯边来陪伴阮，甲阮做伙相同行。愿主你帮助阮，当阮伫圣经看到主你耶十字架时，嘛有人互平等过来，甲主你三分担，即个重的十字架。有时，阮是毋是想看卖啊？主，阮甲你会当同背担这十字架，还是主有时阮求你来担阮身躯的担，求上帝帮助阮。阮今仔日的礼拜，诚做芳芳的坐，互主你欢喜。阮真欢喜，4月份过生日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阮赠送教会的祝贺甲祝福。我嘛替因祈祷，互因的生命若亲像春天，遮尔啊温暖，遮尔啊和谐，遮尔啊会当互人的心得到开化。求上帝帮助4月份过生日的人，互因有主踮伫因的心内，陪伴因，甲因三角同在。我嘛要为着40岁的兄弟姊妹替因祈祷。阮知30而立。这40岁，佮进入另外一个生命的阶段，佮较成熟，佮伫社会佮较有经历。愿这40岁教会的兄弟姊妹，会当诚做主理的重用，嘛因会当领受主理对因的呼召，亲知影主要使用因，知影主甲因同在，知影讲教会需要40岁的人来做伙。努力拍拼，互教会来得到兴起。愿上帝你施恩，因为40岁的兄弟姊妹，因佮较成熟，因伫社会有经历，因对主的领受嘛会当佮较亲密。感谢阿拉主，愿今仔日的礼拜，互主你欢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这个时阵，咱做伙三角来请安。我愿主为我给你带领，我主为荣耀，我愿主为他相信。我愿主为来，我愿主为他相信来他领，我愿主为他相信来他领，我光给你来领，我主为荣耀，我愿主为他相信来他领。咱来因祝福齐恳的诗歌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因是煞请牧师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延点你心内，主会听为世界，甲你引导在。
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落续。阿门。这请坐，列倒避讳。